俩没有寻求光明之路的意识，也没有走到自由之路的欲望，只是望面的所向而行。爱步的石头，赤脚的荆棘，陷人的泥泽，溺人的水洼，所有一切前进的阻碍和危险，在这黑暗统治之下，一切被黑暗所同化。他俩也就不感到阻碍的艰难，不怀着危险的恐惧，相忘于江湖之中前进。来佛一片前进，我去甲透的时间感觉非常的惊讶，因为一片照片1928年90年前的照片，不过呢，其用嘅种文学的手法，你下透起来，还能吃到非常的先进。几只故事，看唔到明确的所谓的情节，就讲无故事。一开头就写无边嘅武安，武安之中呢有两三人，也唔知呀两三到底係嘛啥，也唔知其他嘅关系，到底係正經嘅兄弟還係朋友。不過呢，要在在武安中前進。諦めるんだ。残る。諦めろ。逃げられないぞ。本來啦！來，從尾度就過啦。阿哥，都來啦！阿哥，來，本來啦！本來バカ野郎この子供め、何を証拠に会社の計りがおかしいって言うんだ。会社や日本帝国がなかったらお前のサトウキビは誰が買うんだ。いいか、これが最後の警告だ。今度デタラメのこと言ったら殺すぞ。走埋啦！走埋啊！掉！长姑娘退！我要好好总检查，本国去台北读医学校，和公众有主做调停。系啊，我迄阵经唔晓读书，安尼咩好？你只家总有意杀出条天，亲无唔会本年凊彩欺负。唔过算落去用为做，当做用甘蔗存太钱。你讲天讲，种甘蔗本飞沙无，飞沙嗰条阿本的讲嘛该收喺嘛嘅。哥，你就好好读书，其他的我就想办法。惨诶，其实我做得唔到。阿爸交代的事情，我会做到。你偷睇之后，我感觉我得到一种鼓励，这种鼓励就讲，人行出去甲命运命途蛋糕，可能唔知未来终点係乜嘅，不過人生命嘅本質就係行通，有行有通。故所呢，呢一片前進，我感覺係一個非常現代嘅手法，用一種意識流嘅表現方式。寫嘅一般人嘅解套，主要講到講，佢係1928年寫嘅，係出嚟嘅
台湾文化协会分裂之后，因为所在地方有2个人嘛，故说一般嘅解读会讲，在了在苏维埃文化运动和抵抗运动当中，统治之间虽然理念无相同，不过还是应该团结向前行。一般嘅解读会按样型啊，不过我嘅解读无相同，我嘅解读就讲，虽然赖佛有提到讲，叫两沙本来是向下行，不过呢，都面正嘅失去同盘，失去伊嘅盘嘅时间，作为一个人，就算伊系单独一沙，伊还是应该继续来前行，无法度去求讲。大家所想完全都共样，不过作为一个人嘅命运，就会在命途当中总得停下来。